请继续来看外来种车道顶大量生炭，伫中南部造成着真大危害。屏东县政府特别开课，教民众安怎来掠这个车道顶。150个名额，短5分钟就互抢了咯。查甫人举着锅仔，豆豆仔伸向年前，掠车道顶的速度紧上个准。无天敌的外来种，车道顶的数量增加拉山。 对台湾造成严重的危害，今仔屏东都已经掠到44000只车道顶创下新冠。老师啦哈，来给我们上相关的这个有关绿鬣蜥。会场内是这家店满满，这是屏东县政府针对掠车道顶训练所开的课程，150个名额，短5分钟都互抢了。因为自己住那个乡村啊，那个。 种的蔬菜都是绿鬣蜥在帮忙吃。我们自己的渔温啊，就都有这种侵害啊，觉得现在有这个机会，就是一起为我们的这个地方付出一点点心力。笑甲真无奈，报名民众大部分是因为生活受到车道顶的影响，加上掠车道顶会当摕到奖金，有一寡民众想要趁外劳啊，当然家庭主妇也拢走来报名。家庭主妇，那会不会想说来抓绿鬣蜥，学一个技能也能够赚一些钱？对，我觉得这蛮酷的。1月份我们还会再开2场。 这样子，那2月份我们也会看情形再来规划。针对外来物种的小解，完成训练的民众，各必须爱签车道顶的医度公约，内容包括安全注意事项，甲袂当可动、翕相团去网络顶等等争议行为，希望会当改善自然环境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